好啦，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2025年6月12號星期四下午2點半嘅颱風速報，現時時間係下午2點03分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都係先睇下個最新風暴消息啦。與蝴蝶相關嘅狂風驟雨呢，正喺度影響緊廣東沿岸，其嘅外圍廣闊環流正係影響緊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啦。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呢，號戒備信號最少喺今日維持啦。睇住現時嘅預測路徑呢，聽日會喺蝴蝶呢，聽日會喺跟登陸海南島，跟住本港風力會有所減弱，但係隨住華南橫過華南西部並接近珠江口一帶啦，預料星期六至星期日呢，初時本港可能吹普遍嘅強風，高地呢間中達烈風程度啦。好啦，而蝴蝶嘅狂風大驟雨呢，都會影響該區，天文台呢會聽日評估係咪要發3號啦。海面呢會有湧浪嘅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啦。好啦，我哋講咗咁耐嘢呢，我哋而家呢先睇下個風暴努力徑先。下午2點熱帶風暴蝴蝶就應該大約喺香港嘅700公里左右啦。跟住我哋而家就睇下個路徑概率預測預報圖。咁我哋而家呢就睇下個雷達圖像。好啦，咁下午2點半嘅颱風速報呢就講到呢度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夜晚8點都會有一次颱風速報，我哋夜晚8點嘅颱風速報再見啦，係咁先，拜。